Hello， 大家好，我是各位又到科技的时间咯。哇，大家吃水果，尤其是到水果的时节，会面到其个身体很耐呢，一天马上会面到讲很让人平动的临边啊，也系加冻天气吧。啊，不过大家有想过冇？其实他很让人平动6对天气地杯，零落也有睇种水果，其个产量也唔会少哦。哦，大家也讲到一片的时节，会想到。人哋連龍有種水果喎，啊，種係哪度嘅品種呢？今日啊，人哋就特別邀請到人哋財鐵嘅好朋友，種人哋水果種係40年嘅陳大哥嚟到節目地位，好好同大家紹介一下人哋林道嘅水果係哪種品種，佢有乜嘅故事吧？繼續嚟分享人哋陳大哥咯。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陳太呢，也係目前有種水果嘅農夫。哇，分享陳大哥嚟到我哋節目地位哦，陳大哥，前面我同大家睇紹介嘅時節啦，又講到講，大家睇食水果嘅時節，馬上就面到講哦，我哋加凍裡面嘅片，冇想到我哋林東也有睇種水果呢。啊，陳大哥，係對唔開始嘅嘛？應該是沒講係大嘅，但是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喺度講，因為林落嘅蓮霧生產，佢帶通嘅時節，我都做一啲按照產銷班，將一產銷班呢問題來去做好經營產銷班呢有個目標。安尼講好咧，我實在有啲咧具體興趣吼，我嚟問一下陳大哥啦吼。既然係種水果，嗰時候萬世都睇人都卡都係耕田嘛，係咪？係，我都卡都寒些時節都試過。當我樹嘅經營嘅時節，我就認為講，因為政府也有推動稻田轉作。水土嘅轉作計劃，農委會也有睇鼓勵我哋能夠稻田轉作嘅時節，來付出我哋，我都同老人家參詳講，我哋牧師按到冇嘅，我哋來種水果，接下都開始我哋都種水果嘅。你陳大哥，幾時就種改做其他嘅作物嘅時節啦？怎麼嘅人自家會想到講我嚟種水果呢？水果嘅部分也有佢歐美嘅有技術嘅東西啦，我都想講有個水果能夠有佢大嘅經濟價值，所以我就同老人家參詳，我裝批參詳，講家我哋來轉作好冇？也一口答應，因為師傅師太多，也冇佢利潤佢高，所以我哋就完全都更加好嘅素材，我哋都轉作。一開始就全部轉做水果嘛，還係講一鋪一鋪一天天嚟來。冇，都也一鋪鋪，也為我哋更加好嘅也開天嚟，嘅6分人，6分空，就全部來種水果。哇！安尼當然有勇氣嚟講，勇氣可嘉。唔會啦。你這個本身以前都學農嘅嘛，也係講以前頭擺嘅工作都同農業有相關。冇，你這個工作轉過來所要種水果啦，你有可能經驗上會有差別嗎？有，也一定有差別，因為我當時讀書嘅時節係學工嘅，過來做農嘅時節就變啦，可能對農業嘅知識會唔立白，所以我就有經過農會嘅介紹，我去高雄區改良場來上課，高雄區改良場嘅也有嗰度也會按照研究班、訓練班，也有嘅成果，所以我喺日本高雄區宣導講，
76年的时间啦，哎呀，必先到讲，种植欣赏啦，等于讲摕俺们地方，同讲去改良成特殊嘅载体嘅技术人员安尼，但是目前呢，纯义务嘅。讲到鸦片，如讲比较容易理解，就讲俺们讲嘅农非嘅小老师都做嘅，特殊好搞嘅俺们载体嘅农民朋友。冇唔错，义务制拖延啦。专业嘅讲法係安尼啦。義務制拖延冇唔錯。哇，安尼真係講幾厲害呢！對本身唔係學農嘅，有冇乜嘅經驗，我開始種到後尾，竟然變成一個義務嘅自投人員呢。也係學習啦，因為時代嘅進步啊，技術也會有方面嘅天氣嘅調節啦，我哋也會有進修嘅心理。冇辦法不停到時代，也佢要因為未來社會在嘅新觀念一直喺改變，所以我哋也要停，買點物就要買到有錢，就要停頓社會在嘅習慣，來經營嘅話，可能我哋都會賺到錢。安尼繼續講到鴉片來強調一下陳太哥啦吼，既然當時我嘅聽講喺林落嘅重要嘅生活中嘅環境乃至林落，安尼咁適合有關鴉嘅土壤嘅問題可能林落係屬於個奶嘅素材，所以我哋都會將鴉嘅奶。採用到嗰樣嘅改良廠來發酵，來做合理化嘅一個食品，安尼話我哋嘅品質能夠提升。都講其實佢適合唔適合行一回事，唔過唔同嘅後天嘅努力當中，盡量將個奶啦環境改良到比較適合一個生活生長嘅環境。錯，也引致一個生活需要乜嘅皮，土壤地表吸乜嘅皮，我哋就補乜嘅皮，安尼話按照合理化嘅食品安尼可以省成本，省我哋經營嘅成本。嗰啲我哋整嘅環境，唔會因為過量嘅食品來影響我哋嘅土壤。真是有個人哋講，皮料椰嗰度，有可能佢水果過甜過好食，佢都偏偏個椰皮料也係講嘅時間冇紮好，個土久嘅。都唔好嘅，錯冇。會順化，會順化。唔可能都種到更加40年嘅，個土應該行好啦。應該目前嚟講喺土壤係每年都會發酵啦。每年都會採用到改良廠嚟發酵。所以應該喺土壤應該有機質也拉擺。有機會有機質也拉擺。也會三態元素特別微量元素全部融合啦。講到鴉片想我嚟強調陳太哥嘅問題陳太哥當時過嚟中藥嘅生活上冇乜嘅經驗嘛，都從零開始。雖然講有學習嘅，唔過對頭到尾到更加一個過程地都有發生過乜嘅個神奇，也講本影響過層嘅事情啦，對開始種生活嘅時間。也因為我一開始係冇乜嘅經驗，但是我會講我哋工業用嘅一個東西，用喺我哋農業行，所以講當時我都看按照刺筒噴袋，刺筒法嘅灌水啊。等於噴水嘅時間，時間多嘅，亦都會刺筒噴水。所以講都有水嘅問題，我哋就唔會影響有乜嘅影響。所以我雖然可以到必須
我都会控制在时间上，所以也自动分水嘅实施当时来讲，睇我哋提起係提的，如果你用这个以前的经验，工业嘅經驗，工業嘅經驗，中央嘅自動灑水個上年率呢，應該是唔單止個上年率，也可以講個上成本，個上成本用嚟講，用嚟講因為我哋對水頭碰水，碰嘅時間會較長，我哋用自動噴水嘅時間，我哋只要最多就1點鐘，唔係嘅有時間旱期嘅時間啦，旱期嘅時間唔多噴1日，噴1日嘅時間同1點鐘嘅時間差唔多，人會滿眼啦，人會滿眼，噴得多滿眼多。按你講又唔當像上嘅年率也上水呢，唔會弄係太多啊。所以如果投資當時嘅實時嘅部分費用，要按度好，因為由於改良廠上課，要提案嘅諮詢，農委會又有補助按到旱作管路嘅補助，所以我要接受到有嘅旱作管路嘅補助。有1/3的補助。你在當時算個先進的觀念呢，引入自動化來管通水也掉。應該可以按你解釋啦。可以按你解釋。你提擺按你數上好冇？冇幾好啦。應該一個提擺都冇麻煩咩？我應該講前5年我都冇賺到錢啦。係哦，乜嘅原因啊？提啦我哋買賣嘅時間啦，要去叫本盤商，總盤商嘅家私要喺本總盤商去甲去講，所以到第6年開始，漸漸嘅我哋能有賺錢啦，嘅家私都翻做咗來，有我哋來開嘅，佢有冇供應嘅，所以我了解都講，我哋前5年冇賺到錢。但是我也唔會貪心啦，我都天天嚟賺，唔係講一下攞賺100，如果有前5年那個經驗，後時咪將會幫想講，我哋來組合你的三手班，你的想法出來嘛。哇，觀眾朋友，睇下生態哥嘅分享，我哋這樣睇一個老太哥真是冇簡單。嘅時間按前面嘅時間都有想講，我可以用自動化來講做一個生果園。不過一個生果園底背後還有哪條故事呢？另一場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喲。前面聽嘅生態哥嘅分享，張弟下講哇，林樂真是有睇種生果呢，係真係種嘅冇簡單哦。不過林樂種嘅生果同其他家棟裡面嘅品種嘅有冇嘅冇共用呢？品種上應該冇共用吧？生態哥，我哋一片林樂嘅品種同其他地方應該冇共用嗬？目前來看是應該攏共用啦，共用啦。因為講咯，因為頭擺嘅南洋種，原生改良都按照泰粒種，泰粒種呢，更加有漸漸嘅變化，由於再改良用靶種咧，靶種咧人講香水蓮霧香水嘅蓮霧，有改進都也會泰國種，人講泡檀咧，飛檀咧，紫檀咧，重重嘅嗰種咧，有重重紅改紅啦，有還有改良都最近嘅新品種，按照芭比。芭比呢也都有品種權，另外我哋高雄區改良廠，個芭比係屬於農業試驗所、鳳山園藝試驗所嘅品種權，所以你不唔係要種，都要提前申請，也唔會有違法嘅事情做出來。另外，更加我哋改良廠嘅高雄區改良廠嘅
有按照纯指头，有18插片，纯指头水2个度，也品种看有日本南珠农飞的，南珠农飞同高雄去改良厂的，按照技术的转移啊，技术转移啊，技术的转移，所以目前来看，俺们还是泰迪种的竞争力，同社会者的习惯性，各占大部分。你这个种的是哪一个品种？我是泰迪种。泰迪种的。泰迪种。我养的地方有老的南洋种，我还有3条，因为我对南洋种喜爱，所以我保持也3条。我有香水的，巴掌莲雾，像更加像毛毛的毛芭比，因为有品种强的关系，我唔去像人那里接的，来嫁接，所以有问题，我唔好排除，违法的事情唔可以做。安尼是那个头先通讲安尼个品种强嘅，同确定一下咯。品种强，如果同人哋一般的著作权共样啦，如佢种嘅时节，成像冇记录种唔得卖，系咩安尼？冇唔错。未来市场係比出多，如果比发钱。这算讲严重的事情。其他嗰种南洋种啦、香水啦、泰迪种嗰种，都冇品种强，系咪？冇嘅。冇嘅。係冇嘅，佢都已經按照俺哋菜地化。好。菜地化。真是頭頭同陳太講嘅分享啊，老們都講，真是喺客家，你個有客家嘅精神，連個最初嘅南洋種係流行嚟，從個人攞一批嘅供養，其實很研究啦，個人嚟講啦，以前嘅東西我留意失敗好了，唔係全部都冇嘅。冇少數係，因為我講，有啲老人家還是有年味嘅。嗰種米土同更加改良嘅冇共用下。嗰冇，嗰米土南洋米係清香。新過嗰種香米。因為蓮霧嘅入嘅新過嘅東西啊，都頭前人去啊，所以有啲是香米啊。我都叫個高香米人嘅啲。嗰種形容有清白形容，實在是一張地講，佢冇嘅意思啦。你真係講，人哋嘅生果啊品種有分享過嘅嘛，人哋睇有嘅市場可以也種。你這個感覺啦，南洋種講更加唔種嘅，泰迪種嘅市場上最初反映嘅係哪一種啊？更加係泰迪嘅嘛？泰迪種啊，目前看社會者個喜歡。因為用我按個氣氛呢，以天也濕身，有禮拜層，有風到橙色，所以社會者也甜土又可以嗰個，所以一般來講，所看到嘅泰迪種嘅社會者對泰迪種，具有信心。市面上嘅其實嘅接受度啦，其實嘅佔有率高啦。其他雖然講個貼片，不過還是算比較少眾係。唔係，因為更加也係，比如講啊，講更加嘅新品種黑糖芭比來講啊，而家嘅接受度啊，生產期啊，變啊係研究嘅時間，所以。喺個人嘅中間個少，上市啊個少，所以社會者喺印象中係喺泰迪種。講到有個神奇，我哋聯絡個三角形有個神奇同其他家庭嘅地區共用下。神奇嘅話，目前以我哋農民嘅技術嚟講啊，還是可以做長期調節。所以應該。我哋比較去了解我哋產銷班
咧讨论的结果，就讲我哋尽量集中啊，摕个新力果园同旧力果园，也个时间来丧失啊，消费者去语言个强个高，所以买钱会个多，利润会个高。假使个好啦，也算在避免讲，因为更加联络的量还系无其他天气按多嘛。某一天，假使讲，人哋两个社会同个其他两个度嘅都看下，人哋个可能个假使都无按好嘅。冇唔错。嗰种人可以即系去调节嘅产技术方面可以做产期嘅调节啦。用办去调节啦？也部分啦像人家火龙果共用嘛，本期走日头行走。电做嘅喺领域上可能都各发天力啦。按台头上冇，各发天力，但是俺用花芽粉花，花芽粉花来做花期嘅培养，安尼花有可能会更好一些，也成本也更省，用个本业嘅。猎物佮做一些来开发，也系讲慢一些来开发。如果我哋喷，也个果林皮都所谓果林皮都黏，NPK 地方黏要达到40以上，都按照果林皮，果林皮的喷改一边到两边促进。也个花芽的分化，促进伊去分化。你可以讲用营养的控制的方式，不过有感受到讲营养的变化，其实家都会提早也讲个暗系讲好然所以那食品都等于讲，我哋一面食品最重要啦。也有一般来讲。老农民都跟我种植也按照一面食品啦，都带下底下也都好诶，冇得花皮也骨架，骨架适度安尼，但是唔咩安尼去管理，要管理都要针对也要市场诶嘅产期，来丧失前面都要用来布置，安尼。安尼方人咧，算过迄数1期也可以数到2-3期比如讲啦人哋做期嘅来讲，4月份上市咧，都1期嘅我农历嘅Q 历嘅我哋客家话都讲 Q 历嘅果年，要1期，個接下來4月咧又可以做1期。嗰時候可以最多可以數到3期，但是講有時3期，連有係你個認證啦，唔驚麻煩啦都可以按嚟做。是那個唔知間咯，做一道期。下巴做1期，下巴做2期，今年做3期。哇，按表。因為做期嘅時間，第2期嘅時間就係我哋Q歷過年，今年到啦，Q歷過年嘅時間啦，佢好上市嘅效果佢好啦，所以變啦特別有以前熟悉嘅朋友，特別年客，要同佢買過嘅年貨嘅年客，都講打電話嚟問，嗰位長要同我嘅太太參詳講，我哋再嚟估第3期。第3變化，估辛苦一些的，嗲一下。特別嘅朋友可以適當人哋咧，領悟嚟，新歌，安尼話我哋就可以延續也嘅市場啊。今年識到一定幾感動嘅。係啊，真係講到入邊啊，人哋新歌假使講愛好事，愛用萬套㗎，愛去看，用萬看。有一些技術性嘅看法啦，梗係同觀眾朋友介紹講，連有當唔看到嘅時間啦，喺睇人哋身體，人哋都識別嘅，個熟一些嘅，但是市場上消費者看到別嘅，
买上都唔会，所以都唔会啊，所以同观众朋友讲，你喺市场上看到，你都要选橙色的，橙啊都会，我哋讲有度的啊，安尼色啦吼，来啊，莲雾那会过甜，安尼，只要有熟，个另外一种看法，如果嘅肚脐带啊，十分平的，过平的，唔好安尼平到叶片咧固风来啊，都绝对甜，保证唔甜。看起来个头同面安尼个色色，有最大色神，最大的差别都睇啊。面啊，面係平啊，是一莲雾的个脆啦，就比较脆，安尼好风来，下一次来偷个莲雾的生果的时间都可以偷个好吃的。那你吃看看了没？好啊，我来吃看，你到时间偷唔到的时候，再来麻烦成那个，你自己送的不甜的本来是好的，都唔买。可以来我家呢哈，就无偿提供。好，哇，是咧冇问题啦。是咧冇问题。哇，观众朋友，安尼同大家分享，係咪有學到呢？大家嘅機會嚟哦，用辦嚟偷好食嘅生果哦。安尼啊，我哋自家嘅生果也可以偷到好食的哦。大家休息一下，我哋試一杯茶，等一下還有更多嘅故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經過前面兩段啊，我哋提講生果有哪條品種用辦嚟種，用辦嚟偷。更加呢，最重要一個，我哋種出安好嘅生果，用辦嚟賣啊，錯冇？安尼，我哋繼續嚟請教陳大哥，今年三小班也係佢自家有某個特別嘅行手指頭吧？陳大哥，頭先我有講嘅嘛，我哋種東西最重要嘅講，賣出去，賣出去啊！我哋自家行手班也係講，你自家對一個行手嘅部分，我哋要用辦去做某個特別嘅手法啊，有個方式來去行手我哋自家嘅生果。像我哋講。家東嗰邊竟然有品牌啊！我哋自家有品牌冇？有，我哋攞個品牌都按到紅寶沙。也喺我76年嘅時間，農業經營辦經驗發表嘅時間，創嘅品牌。接下我都把重要嘅我哋聯絡嘅品牌按到紅寶沙。334啊，蓮霧係紅嘅，所以我哋未來紅寶沙提聯絡，發光發亮所以我就一次認為講紅寶沙嘅品牌係我哋聯絡嘅品牌，雖然冇去做商標局嚟做品牌嘅登記，但是我是係認為講也係。我哋聯絡上嘅大眾化我唔可以一定人來嘅來去拓團啦，所以有啲品牌行銷有喺做聯絡都按照紅寶沙，但係我哋行銷嘅最重要嘅目的係乜嘅呢？我哋就因為講因為導向。已經漸漸嘅導向社會大嘅形態嘅，所以我就因為一聽到一本社會大要接到我哋嘅貨按照物超所值T團一接到嘅時間，就會感覺係貨真價實啊！接到嘅要感覺貨真價實，適度嘅時間，而喺適度嘅時間，就可以感覺物超所值啦。有感受到人哋用心啦。所以也要經營科技我都本一聽到要求我哋嘅班人，我本社會者，有一啲經營總識的研學嘅觀念，所以讓我有也會科技出現。所以講從頭到前面有講到嘅嘛，人台北的朋友，然後當我是5年的生果，都唔會是其他，如果5年這個品牌做得好。一個寒天適度，寒天適度，
今年罕见是到俺们练舞都超嘅啦，所以要拜托俺们在栽培第三批的啊。啊，当时能按做到成立一个品牌，按喺做一个过程之中，包括成立一个散手盘、经营一个品牌之中，能有遇到某个困难的事情吗？就因为比较实在讲啦，俺们遇到嘅问题係幾多，也冇辦法講一下講下，人哋都記呢啲問題都講，因為品牌過程，他個人都深度嘅香港，人開提起嘅無珍珠，所以中華嘅人哋可以無珍珠嚟成分咯，所以人哋那位要成立一個紅寶石嘅品牌。紅寶石一買好來，當然都係本社會就有一個信心。安尼，我哋能可以有賺錢嘅機會。安尼除了我們這個擁有嘅品牌去經營我哋也提供幾多嘅人客消費者佢哋會看見嘅名氣嘛。我哋這個可能嘅名氣項目嘅價動啦、無珍珠按多嘅，我哋這個有去想辦法講參加比賽啦，又係講其他嘅方式，幫我哋嘅品牌國家嘅價值好上來。有，每次比賽。縣政府也有比賽過，改良場嘅更加嘅按照優良農產品嘅練舞嘅比賽，我哋也有參與，我冇得獎啦，但是我喺之前幾早以前得獎嘅啦，因為有個機會我哋嘅扮演有一個馮貴人先生，每拜。就睇我哋各兩場嘅比賽地位如何入選，哇！所以講起來，我哋聯絡嘅練舞唔會輸你。安尼先嚟講，其實講到一片，我會就有一個想法啦，係講更加我哋幾多嘅農民朋友包括年輕嘅，又係國內一些嘅種皮嘅，大家都開始有一個想法嚟唔單止係耕種，然後去行售去賣，佢哋會有想講我哋教下更加最新嘅某個實農教育議題啦，我係講體驗發通，開放這個嘅園呢，幫大家嚟講，體驗一下，農事也好，採收也好，一種嘅方式，你這個扮演地方有一種討論冇？本民眾去到園嘅地方可能探索一下，也係講體驗一下。關於也部分我哋聯絡農會也希實忙啦。對也嘅後生嘅青年咧，要組織一啲按照試驗會。試驗會咧，有地方有按照作業組、作業組啊。作業組地方又分生發組同作物組。生發組嘅話，都可能都偏向也嘅我哋也嘅生發嘅部分。作業嘅部分都有18技術性咧。所以我都等於義務指導員，聯絡鄉農會嘅義務指導員。要按照農委會嘅計劃按照農業後繼者嘅培訓。所以個教育部又有按照實農教育，也會部分聯合起來，我哋都帶聯絡各種嘅、聯絡各社嘅學生嘅來參與，有試驗會嘅工作。試驗會嘅工作，而接到補助，我哋接到上頭嘅農委會補助嘅時間，農委會補助嘅時間，當然。而能政府就會比賽所以個用係我帶7年7年嘅義務指導員第85屆評論員冠軍。厲害！按你講好啦，其實冇對一般嘅民眾開放，不過要同人哋在地嘅學校嘅啦、社區嘅合作來推動一種冇共同嘅體驗啦。有嘅問題都係講本地嘅小朋友，學生嘅能夠體驗到我哋在地嘅
行社的品牌，行社的产地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文化，能够带动起来，也俾人認識講未來，我用同人哋產業來聽數，能夠提升人哋產業嘅後輩嘅工作。係幾好嘅事情啊！係啊！哇，觀眾朋友，今日陳大哥嘅分享係咪一定嘅精彩呢？人哋連絡鄉原來也係生產水果嘅一啲地方哦。大家有閒來到連絡老寮嘅時節，可以看下先，注意一下，某一天啊，也有幾多小農需要大家嘅支持哦。今日再一次感謝陳大哥，今日安靜仔分享哦，多謝。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因為有閒。來到我哋聯絡嘅時節，要經過我哋聯絡嘅時節，就來到我哋碌卡，我哋碌卡改好人，提江嘅火車站，就火車站嘅附近，就可以簽到我，來奉茶，也係來食禮物，都唔怕，歡迎。好喎，安尼坐到更加大家應該有個聲音嘅吧，更加聽聽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